世界万航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平仁。前2天，美国轰炸了伊朗，这是10几点钟的飞行轰炸机，正地飞弹来挤落去，地下的核子设施敢有真正乌有去？伊朗讲，离美国的基地就爱设置，敢会一举改变到世界的局势呢？今仔日4位专家斗阵来讨论。首先，小介现场的来宾，头一位，中央研究院欧美所研究员林正基，大家平安。第2位，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所兼任副教授辛明石，平林，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第3位，政大国际事务学院院长，嘛是外交学系教授连宏仪。主持人、各位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第4位是台湾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陈世民。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那么首先，咱就来关心美国对着伊朗发动了大规模的空袭，那么佮公开表示讲已经毁掉了德黑兰的核子的计划。伊朗总统表示会对着美国的行动做出回应，美国的美军基地可能会受到报复。对美国空袭福尔多、纳坦兹、伊斯法罕3大核子设施，德黑兰的街仔路有真侪民众伫咧抗议美国甲以色列因举着标语、喊口号叫因去死。伊朗总统佩泽斯基安也到现场，强调将会对美国的侵略行为做出回应。伊朗外交部强烈谴责美国的行动是破坏外交，认为是对谈判严重背叛。伊朗军方将会决定回应行动的时间、性质甲规模，将唔是自政治战兵操控的军事行动。امروز واقعا یک حقیقتا یک برهه حساسی رو ما داریم طی می‌کنیم. خودتون دارید ببینید که عملیات برادران شما در هوافضا قطع نمیشه و آسایش رو از صهیونیست گرفته. 美军这台B2轰炸机这片轰炸伊朗核设施了，全部拢安全登去美国密苏里州的怀特曼空军基地。美国总统川普讲，已经对伊朗的手内夺走核弹。共和党的众议员马斯认为川普的决定是危险。川普反击马斯唔是和美国再一面伟大一份子。川普也伫社群媒体暗示讲有兴趣改变伊朗的政权，讲使用政权改变这个词伫政治上无正确。不过若即卖伊朗政权无法度互伊朗再一面伟大，为什么袂安尼死做？不过在此之前，伊的幕僚讲，这边的行动无这个意思。This mission was not and has not been about regime change. The president authorized a precision operation to neutralize the threats to our national interests posed by the Iranian nuclear program and the collective self-defense of our troops and our ally Israel. 国际原子能总署 IAEA 确定伊朗的核设施被攻击，纳坦兹加伊斯法罕进前就互以色列攻击损害，这边美军的轰炸对伊斯法罕造成更加进一步的损害。因为福尔多确实和飞弹直接射到，但是无法度确定浓缩铀作业内部实际损害程度。伊朗核监管机关向 IAEA 通报3个核设施附近的辐射带并无增加。因为中国对美国这边的行动强烈谴责。讲这边行动违反联合国宪章加国际法原则，严重加重中东的紧张局势。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咱睇看到这个新闻大内面有3个部分，第一就是讲采取行动啦；第2，美国的这个包括因家己的发言人所讲出来，我这是正确的行动，而且呢唔是要互你政权要来交替，但是伊党内本身。都无同款的意见，那么乃至到讲国际性，中国发出了这个声音讲恁这无正当性。我要先来请教林老师吼，其实今仔日还是昨日已经开始国际性就开始有会议咧讲啦，讲这个油价伊拢要来封锁着这个 Hormuz 海峡啦，油价就惨啦。我要先请教林老师吼。美国采取这个行动的正当性在哪里？咱知影就是讲，这个伊朗袂再来发展
合资武器，伊毋是库拉布内面的人。哦啊，而且有足侪国际的制裁，哦，包括联合国，哦，所以过前几日前礼拜啊，吼，伊即个加拿大即个7大工业国，即个高峰会，7个国家完全都反对伊朗来发展核子武器，来拥有这个核子武器。有那是认为讲，伊朗是这中东地区介大无安全的来源。有可爱的，所以会再讲咧，不管是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日本，都是完全来反对伊朗来发展核子武器。就是讲，这个伊朗，伊最近就是讲，有慢慢，这个国际制裁慢慢有来调整啊，所以伊朗的开始，原来会当来进口一寡军事的设备，原来当卖石油出去，不过这个是落长的时间，差不多为这个小布希，这个奥巴马，一步改变，这个川普，拜登，或者讲是川普第2任。无一个美国的总统像川普，即马有这大的决定性，这大的即那是足勇敢，伊有足大的代价。这代价咱头前有讲到，是毋是世界的石油的价效会来提升？前礼拜这个7大工业国，因有讲到这点，讲这个7个国家会用足侪方法来稳定这个世界油价。这稳定性啊，所以过来这伊朗要哪报复，这个是大家国家都足密切的注意啊。最重要就是讲，这个川普有特别讲过，一概性，加一概念尔，一概性的行动，唔是讲要将美军派入去到这个中东这附近，还是这伊朗来改变这个政权，德黑兰的政权，所以。会使讲，就是讲其他的国家，唔惊这7大工业国其他的成员，有那足侪这个中东的国家，沙烏地阿拉伯，这个约旦，还是这个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还是这个阿曼，因拢点啦，拢点。美军即马较真有影是，爱有足侪金币啊，这金币来讲，这个伊朗绝对会报复。这看起来正当性阁爱斟酌，看了后手会发生什么代志。不过一般的观众朋友对这个美军的出击其实是真侪兴趣啦。兴趣就是不管你是军事迷，你敢若听讲这飞行机分东西两边声东击西啊，按个唱，个无线电个紧起来，一个向东，中间搁一个空中加油。我要请沈老师甲咱讲一下，这个 V2这个轰炸机，听讲一只足贵的呢，但是保养起来，哇！这是按遮贵的这个玩具，因是安怎算？第一个就是讲这个飞行机啦，B2咱知影，前几天有一个消息讲，美国有6台 B2要飞去关岛，大家讲飞去关岛，敢是要针对台海，还是针对中国？后来讲看即届的攻击行动，咱就知影讲，伊为美国本土起飞了为迄个大西洋，为欧洲直接到伊朗，这空中加油过来见呢，你看到迄个赫格塞斯甲伊的凯恩上将迄个记者会，你会使看到讲伊动员差不多100-200架飞行机，无共款的飞行机，像 F-22、F-35这款第5代飞行机，你看到迄个图总共7台，6台伫头前，有1台伫后壁，迄台伫后壁就是讲。那6台有1只，那有啥问题？老练啊，会报去。迄台就报去哩，预备的，然后就是讲头前有1只大只飞行机，迄是侦察机，侦察机。那有啥物状况，迄个第5代飞行机就爱甲拍落来，爱保护这6台飞行机 B2会使准时飞到目标攻击。你就看到讲，毋知各位观众朋友敢有看到迄个捍卫战士第2集第2集毋是讲伊嘛演练讲。攻击这个目标嘛是地下目标，伊迄个飞弹是较细粒，迄个较细粒，较会使撞地差不多20公尺。
啊，这个这3万磅呢？这指标57吼，会使种地，有人讲60公尺啦，有人讲80公尺，啊，不过伊拢的核设施伫佛尔多这所在地下100公尺。啊，你就知影讲哦，100公尺，因会使种地60公尺，你话按种2届，较会使甲。我看讲伊是3粒吼，一粒落去，啊，甲移开了，佮第2粒佮种去，第3粒佮移。毋是安尼，伊是即个飞弹内底有两层啊，外口的是种地，啊，种地了伊碰到拄着迄个空气力较电的物件，内底的飞弹都要种入去，啊，较复杂，啊，伊2层啊，分层次钻地甲爆炸是无共款。啊，毋过伊若转地爆炸了后，效果无好，伊就第2粒就搁挤落去，搁挤落去，哎，咱知影伊过去伊本来就有种 GBU-27是较细粒的，啊，较细粒是用 B-52轰炸机甲轰炸，啊，毋过即马因为即个福尔多这个所在，因为地下100公尺，敢若美国 B2 甲美国 GBU-57会使攻击尔，所以美国当然讲第一个就是讲。看到以色列哦，伊6月13日拍了好，伊所有的防空设施、防空飞弹拢互摧毁，所以你看即届美国的攻击，拢无伊朗的飞机，嘛无伊朗的飞弹来甲拍，对吧？就表示讲已经拢互以色列清除了啊，所以美国这讲难得的机会啊，即马伊朗遮衰弱啊，防空力量佫无啊，就利用这个机会。啊，另外就是讲，敢若美国有这个力量 ，B2 轰炸机因为3万磅的飞弹，敢若会使用 B2，啊 B2 敢若美国有尔，啊，所以美国加入啊，所以你看到这个川普甲迄个赫格塞斯也是凯恩上将，伊就对这个行动是足满意的，足满意就是讲你讲的声东击西，另外就是讲正面讲。全世界敢若美国会使执行这个行动，我想讲，这个行动会使对中国，还是对俄罗斯啊，有一个吓阻的作用，互因了解讲，你即马军事科技甲美国来比，佫差足远嘞。小等我要来请教辛老师吼，关于着讲人伊即摆即个立体性的作战，系统性的作战哦，人有个人讲这是因为大部分伊朗的这个武器的系统吼。无就是对即个苏联来，无就是中国来啦，大部分拢是中国的物件，所以这对着中国的意义来看起来，伊看在眼内，毋知是安怎。小等再来请教辛老师吼，刷来要请教的议长吼，他拄我请教林老师讲，即个国际性的人品，还是讲无我咧斟酌看，讲你下一步要创啥物？乃至到讲伊若要封锁着 Hormuz 即个海峡呢，敢有即种可能性？我想吼，伊朗即件代志对以色列交迄个哈马斯的时阵，啊，甲也门、甲黎巴嫩、甲叙利亚，迄个时阵你着看伊朗虽然讲啊足大声，但是事实上因交以色列也捌这个空袭过，但是你看这1、2年来，伊朗的即个反应甲伊的反击，其实老实来讲，拢看了落差。无交伊讲话的迄种差真济，就是讲伊讲的话种硬，但是伊事实上的反击，其实上交伊讲话无到伊讲话迄个硬的即个程度啦吼。啊，咱即摆去看即届伊伫咧事先，伊嘛是讲即个伊要做反击，但是伊讲足济届，伊个伫咧电视顶管，我看大家观众的印象应该足深刻的，伫咧要发动进前，伊个调工甲迄个核子武器，佮互你讲，暗时讲我可能会动用即个物件，但是事实上过转工，也是讲迄暗，过转工啥物代志拢无发生过嘛，结果才会发生着。咱即摆咧讨论的即件，就是川普总统的即件即个军事的即个行动嘛。伊会使即摆目前，伊会使对美国产生可能有影响的，第一就是对周边伊附近的美国的即个基地。来做攻击。第二就是较多主持人讲的，这个荷姆斯海峡这个封锁起来，唔那敢对美国对全世界的这个油源来讲，可能会有一个影响。但是对美国的影响偌大，我想这可能爱搁讨论一下。但是即马美国对川普开始但以前的美国。世界若有问题，美国拢感觉是家己的责任嘛，对无吼？但是对川普总统起来的时阵，有当伊咧讲话的时阵，伊就是感觉，当然伊
对美国来讲，伊也是上强的国家，伊对这个世界的这个莫讲和平啊，种世界莫动荡啊，莫安尼这切外饼，对伊来讲，伊当然是好的。但是有当时讲话的时阵，伊嘛会讲，这有一寡代志吼，伊无一定会去处理吼这个问题。所以，较早主持人问的问题就是讲，第一是毋是有这个可能性？吼，那可能性就要看造成什么款的这个效果。第二，对美国这个国家，伊造成什么款的这个效果？但是对美国来讲，暂时来看，无差。应该目前无差。但是即摆就问题就回到第一个问题啊，对世界会有什么款的这个应用，这个部分嘛，部分。如果吼，伊若派一个恐怖分子，吼，去到美国的本土，来弄一个这个恐怖攻击的。这种老实讲吼，对，其实美国的足侪国家拢共款啦，伊的国土足大诶。哈，若是干那这个，譬如讲你较早讲的这种，一般来讲恐怖主义内底孤狼式，就是讲一个人做案的这种诶，这种可能足歹撇变的，但是伊就是干那单一一层的这个案件尔，伊无法度去影响到大家感觉讲会惊吓。9·11伊迄种恐攻，袂啥可能啊吼。我想这可能性较低，因为伫9·11了，美国其实伊的情报系统内底，针对这款的情形，尤其是这种大的情形，伊的情报基本上已经是处理到抑个袂歹啦。讲要到这个斩除的吼，基本上是较困难。但是较早你主持人讲的这种恐怖分子，伫咧迄单一的这个案件，这无法度片面啦。那这刚刚伫美国发生啥物这个？摕枪带校园内底这种枪击案共款嘛，枪击案共款嘛，这种无法度表面，这也无法度去暗算的啦，就是无。但是这对大局无影响，啊，对。安尼看起来，伊拢已经大势已去啊嘛。来，陈老师，有一种讲法讲，无看到这个佛祖吼扩散出来，第一。以色列啊，讲台我关来，我先来看卖，再甲恁报告讲是有彻底消灭无？老师，你按照看这项代志？你正常咱会使用卫星来观察，你卫星其实你无法度看到地下100公尺的所在嘛，所以其实你应该是照道理你应该是爱派特种部队，还是讲派一寡地面部队，渗透去内面，然后去看到底有该消除掉无？要这些时间，而且这无遐简单会使做到的代志。所以其实到目前，美国的官方、以色列的总理，还是讲国际原子能总署，其实因拢到今中，因拢无法度确定到底以色列伊朗伊的迄核设施到底被摧毁掉阿未？那另外一方面，国际原子能总署嘛讲啊嘛，你行轰炸迄三个所在，其实你无啥物异常的辐射层，你也无啥物异常辐射层。你可能代表你无从你无从铀原料把伊消除掉嘛。所以其实这真歹讲啦吼。这可能做差不。这可能我爱看。有一种讲法是讲早就已经刷去到落西啊。伊拢伊家己安尼讲啊，伊拢伊当然伊家己安尼讲啦吼。因为这基本上嘛是爱证据才讲啦吼。我相信伊应该会先该看照啦吼，因为基本上伊会使离钻解地下100公尺的地洞，伊要离100公尺下的地洞弄解地道，然后将伊的铀浓度的铀原料把它移走，我刚刚开始真简单的代志啦，所以基本上我是感觉讲应该是伊无完全给摧毁掉，这样问题是讲伊有要去宣扬讲伊铀矿场搁伫啊无，伊还会一直去宣扬这，安尼代表讲以色列也继续要拍，因为以色列伊上重要的目标就是要将伊弄伊的核设施甲伊的飞弹来拍。老师，你的意思是讲，伊即摆避球讲好啦，我拢拍无去啊，才突然间提出来，这提出来甲你惊。一开始伊拢当然嘛爱。讲话讲啊真大声你无将我的这个核设施弄掉，我搁伫个。因为其实你看第2天开始，今日开始，其实伊的一寡讲话比较软淡薄
尤其是美国的副总统，还是讲今天国际原子能总署署长，伊出来讲，咱国无法度完全确定，讲是不是将伊完全销毁掉。啊，伊拢其实也无完全讲什么代志。我个人认为啦，吼，第一讲伊拢当然一定爱讲伊的核设施无被摧毁掉。啊，这是为了要和伊朗的老百姓刚刚讲，伊基本上无受到上面很大的损坏。和伊朗百姓无刚刚讲伊受到很大损坏的话，安尼伊朗政府也在讲有保留一个弹性的政策选择的空间。老师，如果吼假设这摆美国已经啊摧毁去啊，春风吹又生吼，这种可能性，偌短的时间会当佫再做起来。美国副总统范斯已经讲啊嘛，伊就讲这继续让美国已经和伊朗伊的核能力发展，就延迟几年的时间，可能3到5年的时间。因为这样问题是讲，你科技这 know how 的问题，你无可能把它消失掉嘛。有啊。另外一个重点是，伊朗伊家己本身有铀矿产，伊家己会使可以开采。要用过家己采啊。对啊，会使开采，家己可以提炼嘛。所以其实我相信。副总统范斯一讲，会使延长3到5年，这应该是忘不掉。因为5年以后，应该伊朗有可能也个拍成个被发展。哇，这麻烦了，李老师，这斩草不对根，啊，春风吹又生。川普是咧拍这样算盘呢？讲反正我即摆甲你站起来 ，precision operation， 我咧正确的行动，互你惊。安尼啊，我无要甲你的政权 administration 甲你换起来，这敢是一个好算盘？当然上好啊，上成功的就是讲，这浓缩铀这个核设施拢无去，都无去哈。即马会当可能这浓缩铀啊，这浓缩铀今年差不多400公斤呐，400公斤呐哈。去年差不多5月，差不多142公斤。哎呦，所以咱会当看到讲，一档增加要4倍啊，所以就是讲有足侪进步，就是讲，确实有影就是讲，伊朗伊要来做这个核子武器，咱知影要做这个核子武器，有这种能力啊，能力就是讲，你发电，到尾上尾部啊，咱要只剩下一个螺丝起子，赶快啦，差不多。你已经接近啦，顺着落来把它收起来了。已经接近有这个核武的这种能力，所以不管是以色列还是美国，因介重要了要来摧毁，即马这伊朗接近这个核武器的这种能力啊，所以按恁讲这个核设施受到摧毁，还是足严重的这个毁坏，即马这个浓缩铀唔知走去倒，这个就是讲，个另外一种的结果啊，这种的结果就是讲来延迟这个伊朗，伊无法度以最近的时间、上短的时间来有这个核子武器。确实有影，这个美国的副总统有讲到，3档4档，那咱就川普伊的任内，伊无需要去为着这个伊朗这制造还是发展这个核子武器。来烦恼所以会再讲就是讲川普这届的行动啊那是美国军事历史以来最重要的一种啊一种的这种行动，就是讲以色列已经有差不多8日的攻击啊，差不多将这个伊朗有法度来反抗反制的这种能力摧毁这个美国来配合。有这个直接精准的打击所以会再看你讲美国本土内底支持川普的政策是较济虽然讲有一寡这个民主党还是共和党的众议员因有反对但是这个唔是讲主流唔是主流。介重要就是讲川普伊无可能将美军送去中东地区，互这个美国的美军伊遐有足侪当，咱像过去的这伊拉克还是这个阿富汗战争共款，所以伊是
一种的方式，这种的方式我是想讲，不管是中国一定足注意，吼，中国从向伊朗来买的石油啊，差不多是6%伊朗的经济的来源，的来源，所以对中国来讲，会使讲是最大一个输家其中的一个啦，吼。你看，对这个伊朗进口这样多石油，即么石油会起价，吼，这个6%的伊朗的经济，差不多是伊朗政府伊的支出全部的来源啦，吼。哇！所以就是讲，这个伊朗开始有影，伊即届内底，会使讲陷入到孤立啊，外交的孤立，唔惊这个罗西亚、中国，伊无法度来提供足侪实质的协助。一寡这个中东的国家，越南要总理啊，吼，我那无来点点呢，吼，而且对应恁讲飞去，伊嘛无讲过呢。就我感觉真好奇的，沈老师，伊这飞来难道拢对南北极安尼飞，无对东西安尼飞吗？看伊的目标甲飞行的路线啦，吼。第一个，你要考虑讲，你要飞经过倒几个国家，而且国家有个 radar， 敢会看到你。因即届是经一个讲是新月吼，伊较暗嘛看无啦吼。伊即个飞机就是隐形轰炸机嘛，本来伊伫雷达顶悬，敢若一只鸟安尼尔，所以大家毋知影讲这是 B2 轰炸机。第二，你会看讲伊的飞行的路线，为美国本土大西洋到欧洲，为欧洲到伊朗。这个路线其实甲以色列攻击的路线差不多本来咱想讲，伊可能为东边为关岛安尼飞过来，毋过爱飞经过几个国家，伊即届就是讲，用一个潜舰为南部用巡弋飞弹攻击迄个纳坦兹甲伊斯法罕，是嘿B2的为这边飞过来然后轰炸福尔多。你就知影讲，伊无共款的方向，拢无拄到啥物攻击的反制的行动，表示讲伊的行动就避免的。拄仔讲到讲核子武器的问题咱知影即马大家拢讲，伊拢会浓缩铀，敢若浓缩到83%，嘿，毋过你若要武器化，差不多爱90%，所以川普讲爱2-3礼拜就变90%，安怎变90%？就伊足侪离心机。几百台离心机，伊利用这离心机甲浓缩铀提炼到90%了后，伊就想讲要安怎甲这浓缩铀变成炸弹，还是变成飞弹顶悬的核弹头？大家拢讲可能会使做高粒甲杂粒毋是毋过安怎互爆炸这是个技术。有人讲也这足紧的，有人讲可能爱几啊冬，无一定。毋过咱看到讲川普甲伊的。国家情报总监意见无共款咯，国家情报总监讲无啦，无遐厉害，几啊冬全部个无啊，你2-3礼拜就有讲法无共款啦即甲迄个美国甲英国去拍伊拉克共款啦就讲联合国有一个情报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拍了是无啦，毋过这就是讲伊的战争目的是啥货？伊的战争目的就是要消除伊朗的核武能力，毋过拄仔大家拢讲着讲即届攻击行动，浓缩铀敢有摧毁掉，若是讲伫地下100公尺，互土拢砍起来，伊若要去学嘛，足困难的。第二就是讲，伊的纳坦兹、伊斯法罕这离心机，然后拢拍歹了，你若要恢复嘛，爱几啊冬啦，这两个关键。上歹的就是讲，伊真正甲这浓缩铀甩去罗西亚，毋过以色列情报系统我想讲，无论甩去地我想讲美国应该拢会知影即马看起来应该是讲，足侪离心机、足侪浓缩铀，可能因为爆炸拢嵌伫土下骹。你要学可能毋过卫星还是以色列情报系统，逐工都咧看，你若要去学，对啊，你若要去学，一看就知啊。所以后壁佫继续攻击啦。我是安尼。老师，对中国来讲，我即个武器拢无用着，大家点救，是去用然后去用挂起来，拢袂出声，
还是讲骹手拢叫人断去，骹筋拢叫人摇断去，所以拢无行动。伊拢是安怎用？但我知影说，伊拢是规个武器的系统，包括生产线，包括内面的这个机灵吼，这个内面的这个手册，拢规拢转移去啊咧。安那安尼拢点袂出来。中国资源伊拢的武器啊，可以再分几来种啊。第一个就是讲反空的武器啊，因为这个系统叫警域10号JY10啊，即讲这款就是种整体的防空系统。啊，毋过这个系统即届可拢无发挥啥物功能啊。另外就是讲伊有像神盾3000、神盾5000，伊的防空系统为远中近啊，近的就是神盾3000、5000，远的就是罗西亚 S300，啊是中国机关的防空系统。啊，毋过伫6月13号以色列攻击了，这拢无去啊，拢互摧毁掉去。啊，即马就是讲，伊拢即马有伊的弹道飞弹。咱知影前几工啊，本来伊拢讲伊要发射极音速飞弹啊，叫法塔飞弹。后来讲无，后来讲毋是极音速飞弹，后来是讲泥石型的飞弹，就是讲伊拢甲北韩甲中国共款，伊足侪中程飞弹，拢无共款啊。伊就是讲预备讲，伊核弹头若出来了后，伊就放伫这个中程飞弹顶管。啊，伊即马伊这个中程飞弹可能够有1200辆哦。啊，伊即马拢咧攻击以色列。即马就看讲，伊攻击以色列，看起来敢若无拍到啥物重要目标，拢拍到像病院啦，还是迄个一般老百姓住的所在。啊，伊拢若这1200辆就拍了，啊，中国要甲继续支援，可能迄个时阵可能伊拢得，若无就是倒来谈判桌谈判，若无就是讲看安怎解决这个战争的问题。哦，所以安尼规个 NBR 内面掠做拢装鉛笔啊，安尼结果拍过来，拢无写鉛笔，啊变做安尼，有可能安尼哈。所以院长，安尼如此情形之下，如果若发生，伊拢敢会去坐转来这谈判桌？我看因国内大概是安，我有这个伊朗的朋友吼，因规家吼拢走去土耳其啊，哦已经走，伊讲吼，阮是头班的。有通啊买这飞行机票，那后班的拢买无飞行机啊。哦，机场哦，大家乱吵吵，啊有力量拢走了。啊，你看这电视有咧抗议的吼，迄拢讲杀车人，才有通啊去抗议啦，才会去抗议啦。即伊拢本身的这个内政的问题，会影响到伊对着外交要谈判要创啥物吗？即个吼，应该会使看得出来，就是美国当然。帮助以色列去对这个军事行动，但是你注意看美国甲以色列，因两个有小可无共款的所在。第一，就是对这个核子武器吼，要甲摧毁这件代志。吼，本来是以色列伊就面烂要安尼做，吼，伊也甲规个较多前个老师也有讲啊，吼，伊个防空系统都破坏啊，但是。美军即摆咧做即件代志，就是较多像新闻大共款讲的，这甲规个老师讲的，这敢若美国会使做尔，以色列做袂到，所以伊也要做，要摧毁伊的迄个核子这个武器啊，敢若美国会做，所以这爱川普伊会同意，川普若下命令做即件代志，但是以色列要去做一件代志，大家应该知影讲，伊要甲伊的上悬的最伊朗的上悬领袖。要甲斩首，就是要解决，但是川普伊公开讲这爱小动点一下，伊无做，所以即马主持人的问题应该是目前应该是伫遮，就是讲即马以色列是毋是也是搁坚持要斩首这个伊的上悬的这个军这个领袖，好的这个部分，因为这牵涉到，假使伊也搁继续安尼，有可能伊除非你正是你以色列有法度家己靠你家己的。这力量来做，伊也不管，伊也这件代志也不管川普你有同意也无同意，伊就家己做。你也无爱听美国的话，你家己就来做成功。你也做无成功，美国铺的这个牌，伊有可能就去拍破，因为川普伫这个军事行动了，伊有讲，伊讲这就是我针对要摧毁这个核武的这件代志尔。但是我也希望你伊朗就爱转来谈判桌，你也。佮反抗，
我会搁用搁较即个动，我会搁落动手就对啊，吼，就搁较严重的人家。所以理论上即摆就是应该就是主持人诶，即个问题，假使若要回答，就是爱看美国甲以色列对即个移动相关的即个，对，有共款无？假使伊若要，我讲啊白话就是讲，你若要放伊一条生路，伊较有可能，伊较有可能讲好，来大家来和解，我慢慢啊落软了，我来转来即个谈判岛。那假使你啊一定，的要。互伊做，就是要杀伊啊！我想伊可能会较硬啦。三国时代咧留一个花样刀，官军长会当来走。我的看法是安尼，你即届因两个会使，就是讲以色列即马较落软啊，莫搁讲要抬即个上悬的即个领导者，安尼较有可能美国叫伊朗搁转来谈判的顶管。你讲的我听有啊，我边岛网出来已经甲xuất一个点穴啊，啊你就好好啊乖乖，你导游你就唔通搁再乱来。对，啊，除非以色列伊嘛有可能无管川普，但是你得要有办法，你家己休息，你唔是爱足准的，一解就解决。但是这个代志做落了，会产生什么效果？可能这个是另外一个阶段的问题啊。就是讲，像开头主持人嘛小可讲的，讲伊内部的问题，伊是毋是伊记载袂掉的？对，伊后壁的这个有法度顺利接班无？万一也无，你变成讲你这个国家就乱去啊！啊，你西方尤其是美国，包括以色列，你有法度去应付着伊朗确实也无一个这个领导者，嘿，的时阵伊乱去的时阵，你有法度，你即摆还佫有法度控制这个这个局面啊！你也这个人去互你，因为你感觉讲抬掉伊对你是较好，但是啊乱去了，啊你有法度去收拾这个场面无？这可能这就变另外一个问题啊！哇，这张老师，因为我看这个移动的报纸吼，也有迄个社交媒体啊，有人咧写讲吼，其实因咧流亡分子咧写哦，这其实吼因咧最高领袖啊是安尼去。有通控制这10几个吼，也有军头啦，也有这个控制这油电的啦，也有控制啥，有通甲超平啦。那么即马这个安尼去呢，一旦若是死亡了吼，哇，大家都相争啦。所以哦，对川普来讲，最高利益就是讲，叫这安尼去啊留掉，啊有通出来谈判，好好啊吼，来坐落来讲，这安尼敢有效？你哈明你也是讲家己斩首吼，啊你迄内面的权力斗争，你可能还伊朗变啊较乱嘛，啊变啊较乱，你有可能你会出现较激进的一个伊朗的领袖，啊这无一定对美国甲以色列是好的代志嘛，吼，所以我是感觉讲，以目前来看啦，吼，美国吼，川普总统已经明白讲了嘛，这是一次性行动嘛，吼，啊副总统范斯嘛讲伊无要派军队过去，吼，伊嘛无要去颠覆政权，吼，虽然讲川普。刚以后，哎呀，讲啊，这个你伊朗领袖，你也无要下伊朗再次伟大，啊，你颠覆政权嘛，无啥袂使。不过伊迄我认为讲这是放话啦，吼，这是要恐吓这个伊朗领袖，希望你会再来谈判桌来继续来谈嘛。啊，以色列其实我刚刚以色列伊的态度嘛是软起来啦，吼，你看这正要2天的时间，其实以色列无射上面飞弹去轰炸那个伊朗嘛。啊，以色列也总统伊嘛讲着啊，吼，伊认为讲真啊应该开始用外交的手段来解决问题，吼。纳塔亚胡总理伊嘛讲过，伊无怕是要甲伊朗打一个消耗战，啊，无要拍消耗战，安尼代表你以色列应该真啊目前是无迄个打算讲要去推动这伊朗的政权的这个更改啦，吼。所以目前来讲，也是讲真啊，好，以色列也以后都确定。好，你伊朗的核能力、发展能力已经被销毁掉啊！安尼我感觉讲，吼，可能目前头几天可能你还是爱下伊朗也怒气，吼，伊爱下一个下台阶下，好，所以伊有一寡怒气，你也给放出来，伊当然会讲一寡比较狠的话，太好一套者。对啊，伊当然伊嘛会讲继续射飞弹嘛，伊礼拜射30几枚飞弹，今日到这样拜伊这样。报纸是讲，今日才射1枚飞弹尔嘛，
哈。好，那当然啦。新老师讲要无去啊。我无认为讲是无去啦，哈，因为我相信伊应该够有上千枚飞弹啦，哈。因为我感觉讲伊朗已经主要是讲虚张声势啦，因为伊一定要表现讲伊很强烈的回应，安尼伊老百姓再个继续去支持伊，安尼伊朗伊斯兰世界的领导地位也威望再个继续维系下来，所以你这几天你一定要喊伊朗也再发泄一下，哦。好，所以也国会嘛，讲啊，我已经下决议，好，我要封锁荷姆兹海峡，好，因为这是国会做决议，好，伊朗的政府还没做决定，还没去行动，好啊，另外一方面，伊朗竟然也无对美国军事基地做上面任何动作了，好，所以我认为讲未来两个指标，第一个都荷姆兹海峡会不会被封锁，第二个就是讲美国军事基地会不会被轰炸，美国军人会不会死。我相信这两个是上重要的代志。啊，到目前看起来，伊朗是无打算要做这个代志，因为伊朗，我相信伊无希望讲真正到未来，美国介入这一场战争，然后伊朗也必须要面对跟美国的战争了。啊，老师，这安尼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啊？如果伊若会当安尼就此来兴恶，来反恶。伊敢有可能性？因为在阮来看，一路看这伊朗这条路是不归路呢。尤其伊内部的这情形，必须爱强硬起来。伊若一旦行入去谈判岛，伊的政权敢会当来稳固起来呢？其实差不多今年4月吼，4月5月吼，啊到6月，啊这个美国甲这个伊朗。伊这个阿曼呐，吼，这个阿曼就这个国家啊，吼，啊有来谈判，差不多讲6轮呐，吼，那就当讲这个伊朗卖来发展核子武器，吼，啊美国安那来解除一寡的制裁，吼，其实对伊朗来讲，就是讲，伊要发展核子武器，这个爱做低调啊，还是做秘密。来进行，吼啊，会当用谈判来掩护啊，吼啊，但是咱在以色列就是认为讲吼，无多个继续等落去。本地是川普总统讲2礼拜，啊，以色列反对，就是讲你2礼拜的时间对伊朗来讲啊，吼，伊有法度，可能有法度啊，哦，这个发展这个嘿，所以就是讲，这个对伊朗哈，对伊朗啊，这么完全都是受到足大的伤害。不过头前有讲到，就讲这个荷姆兹海峡，哈，是不是会当来封锁？哈，伊朗伊会当用足这个短程的飞弹，好，就是讲你经过我就跟你写，确实有影是安尼。我是认为讲伊朗绝对会报复，哈。啊，是不是来封锁荷姆兹海峡？这是一种的方案啦，吼。另外一种的方案呢，那就是2020年，这个伊朗这个革命军的这个指挥官，哦 ，Soleimani 啊，比这个川普第一任用这个无人机来杀害，这阵的伊朗就对这个伊拉克这个美军的基地来报复，1月、2月，咱即马看。知影就是讲，加经过差不多2年嘛，吼，伊可能过来1-2礼拜，吼。我咧想，美国不管伊世界伊到大陆啊，吼，当是这伊朗伊要攻击的一种目标啦，吼。哇！所以就是讲，这个就是讲，是不是影响真大？战术啊，吼，这个是可能是无啦，但是要用这个报复小规模来和美国。来受伤哦，和这个伊朗那有这种能力来报复，就是讲伊朗差不多过去这20档啊，伊的权力都是上悬的啊，吼唔知讲20档了，慢慢已经落来，这落来最重要就是讲2023年这10月初7，这个哈马斯来攻击这个以色列。哦，以色列来报复这个加沙，来拍这个黎巴嫩的真主党，吼，来甲这个伊朗，吼，冲突啊，吼，
所以会使讲，这个中东地区啊，差不多过去一冬外啦，吼，一冬外。这无啊，总价人就是伊朗。这个确实有影是伊朗啊，但是这以色列为这个外部啊，吼，从这个支持这个伊朗建军建车步边先甲建起来，对，包括这个也门这个青年军的运动，吼，这个青年军的运动，我是认为讲，未来有可能会来协助这个伊朗来报复经过这个红海一寡这个一寡船只啊，所以未来爱个继续来这还有通看吼，辛老师，因为阮最细汉时阵就知影中东哦，敢若火药库。那么我有看过吼，我会记我国中的时阵，敢若 Carter 来飞这个战斗机，结果塞伫这个沙漠内面，吼，行动乌头土面安尼。即摆这一次敢有通一雪简体吼，规个美国在这个中东的势力有通徛在吗？但是过去的历史的经验来看，这种春风吹又生呢，这个甲站起来了，伊佫生鼻卡，站起来佫生其他的，是老师。当然你讲到迄个是伊朗人质事件，美国要用迄个军事手段要甲救回来，毋过无准备好啦吼。咱知影伫2003年的时阵，迄个时阵呢，伊朗总统内贾德伊嘛咧发展核子武器，伊去了足侪离心机哦。本来2003年要攻击伊朗，后来北韩迄个时阵嘛咧做迄个核子武器，后来就讲无拍伊朗，后来拍伊拉克啊。咱知影即个美国伫即个中东地区吼，伊有家己的利益啊。因为这个所在是足复杂，因为美国甲以色列的关系尤其是川普，咱知影川普第一任甲即马第二任第一个见的总统就是以色列的纳坦雅胡总理表示以色列讲要迁都到耶路撒冷，第一个要刷迄个大使馆去耶路撒冷嘛是美国所以这两个国家的关系是非常非常密切。这伊朗，咱知影伊为巴勒维时代开始，就要讲发展核武。伊发展核武目标是啥货？第一个就讲，伊是第一个伫中东地区拥有核武的国家，伊是一个大国第二个就是讲，伊的政治领袖一直在讲要把迄个以色列从地球上摧毁，要安怎摧毁，就是用核子武器。所以伊要发展核子武器，伊是长远目标，不管是倒一个做总统，还是不倒一个做政治领袖。伊的目标，毋过伊这个目标，咱知影以色列大家拢讲以色列嘛有核子武器，若是互以色列甲伊朗伫这个所在核子武器的对抗，我想讲，毋但对中东，对全世界拢有足大影响尤其以色列就是讲，即马绝对袂使互伊朗有核子武器，若有核子武器，伊就被迫我嘛爱发展我的核子武器，用核子武器对抗。美国嘛无爱看到这个情形发生，所以即马美国就是讲，莫介入这个战争，莫变成美国甲伊朗的战争，毋过互伊朗无核子武器，这伊的上大的目的啦，上大的目标。拄仔讲着讲，即马福尔多这个核设施被摧毁，伊朗敢会报复？我是感觉第一个吼，虽然迄个美国伫中东几个国家有基地，差不多4万外的美军吼。伊要发射飞弹是足简单的，毋过你看到川普甲伊拢警告，你若报复，我一定互你死甲更较惨这第一个第二就是讲，若要封锁这荷姆兹海峡拄仔林老师嘛有讲过把这个所在这国家的石油输出，也是伊朗的石油输出，尤其中国要安怎处理因为咱知影即马中国的经济应该足歹的。伊若石化工业、传统产业，伊需要这石油的，你若甲封锁起来，造成这石油危机，我看中国伊嘛受到足大影响所以即马看起来，可能美国采取这行动，可能占较侪利益的所在啦我感觉伊朗当然嘛爱看讲伊的核设施，也是浓缩铀毁坏的程度啦我就感觉伊朗即马可能变较软。拄仔讲以色列嘛，即马较软去，我感觉毋是啦，即马就是讲安怎扩大即马的战略优势，逼迫伊朗用谈判的方式来防止伊发展的核子武器。是的，
但是老师他你咧讲的时候，我就想着吼，阮细汉时候，阮隔壁厝边啊，阮迄放假吼，一个农村的，一个乌面的，两个拢足凶的啦。勇惊凶，凶惊无正常啦。啊，结果呢，一个无正常的来讲，来，我帮你拍这个乌面的，拍落去，叫伊教乖啊，恁两个来谈判。啊，一个乌面的，一个就是农村的，两个咱坐都坐袂落去，这敢有可能通好谈判吗？啊，就变做甲拍落去教乖。啊，但是人就会想讲，啊，伊嘛真歹面呐！啊，这个农村的嘛真歹面呐，这以色列嘛真歹面呐！啊，你哪会拢教这个乌面的尔，无教这个农村的？啊，敢若讲，对，咱就唔通哦！啊，而且佫停到安尼，这对世界来讲吼，尤其咱国际形势来讲，伊就国际这安怎来看待美国甲以色列的这种代志，还是讲事实啊啦？这就是因这60-70年来拢安尼啦。这个应就习惯啊啦，啊，掠伊嘛无依法安尼。即嘛吼，就是讲像大家老师讲的，其实中东包括主持人讲的是足复杂，但是以这件代志来讲，到目前来看，其实就是两个关键的因素。第一，就是以色列尼坦雅胡，伊到底有愿意到这为止就好啊嘛？互伊朗一点仔时间，互伊最高的领导者。会使安抚伊内部，啊会使派代表出来谈判，这有法度无？伊也有法度做甲安尼移动较有可能。这第一，第二就是伊的最高领导者哈米尼，伊愿意伫个，伊可能过未来这段时间看伊是要安怎报复，吼啊出一口气了，啊甲内部讲啊，咱已经这个报复已经结束啊，因为对。这2年来，我头先讲的迄几件代志，对啥物也门啊，啥物咧黎巴嫩啊、叙利亚啥，这伊支持的这部分，其实伊嘛拢有做一寡小可偷窥啦，吼出气安尼报复了，啊伊就结束啊。所以我头先讲，伊讲的交伊事实做的，其实差足济。啊，即届就爱，互伊小可会使上去会使偷一寡气了后，吼啊，伊开始讲。以后卡数这就是我讲两个关键，第一就是尼坦雅胡，第二个是哈米尼。啊，尼坦雅胡爱放手，啊哈米尼一点仔时间来安搭内部，啊伊也愿意派代表出来，安尼较有可能情势较会缓和，较软落来，较和缓落来，就是安尼。啊，这两个关键因素欠一个，拢无法度，通好互这个情势会使较和平啦。啊，这两个看起来，农村人甲乌面的无默契呢。陈老师，这两个我感觉讲，只啊目前的局势其实较缓和啊啦。吼，你看你拜一的股市，吼，美国只啊其实已经上扬啊啦。吼，本来是跌超到100点，现在已经变上扬啊。石油本来一开始跌超到3%、5%，现在已经到平盘啊。啊，中国应该是这边的最大的经济受害者。中国的股市今年是上扬的啦，好，一开始是落嘛，当然嘛落，然后到尾盘变上扬。回报起来。主要就是讲，今下大家感觉讲，今下局势其实无到讲会完全失控，然后也会让战局扩大。好，啊，一方面当然是美国总统已经明白讲啊嘛，好，美国的官员明白讲了嘛，伊无拍算要派军队过去，伊无拍算要哈政权颠覆。好，川普一刚要讲的话，那是讲大话啦，他在恐吓啦。好，因为我刚刚讲，我相信川普伊无拍算要讲，要去执行那种政权颠覆的动作。啊，以色列到目前3几小时过去，以色列还被轰炸德黑兰哦。啊，以色列总统佫讲，竟然应该是用外交来解决问题。所以我相信以色列嘛是软去。啊，真正上重要是讲伊朗，因为伊朗是航拍的嘛。啊，伊当然一定要反应嘛，伊当然要讲一寡他硬的话，然后要做一些动作，所以第一讲嘛射杀公民飞弹过去嘛，哦，伊嘛国会嘛是讲有可能要做决议被封锁，那么实际上你看伊实际的动作，以荷姆斯海峡伊嘛是无封锁嘛，伊的这个美国军事基地伊嘛无去轰炸，伊嘛无去动员也一寡其他伊拉克啊、黎巴嫩啊、也门青年运动的一寡支持的民兵去轰炸美国军事基地嘛。所以其实伊朗伊的态度，伊只是讲啊真重，因为伊很谨慎。那这是为什么讲拜以？你看大家油价嘛，登去平盘，然后中国美国的股市竟然起起来啊！好，所以我是感觉讲，真啊不是讲无法度谈判，
哦，这样当然。什么时间头淡够真侪变数，当然，这够很多变数伫的，吼。要个我相信，唔是讲完全无可能会在谈判的状况啦。好，我相信只要讲之间伊朗你卖空虚去封锁荷姆兹海峡，你卖去轰炸美国军事基地，卖让美国军人死掉，啊，以色列你要放弃，要颠覆伊朗政权的这个目标，我相信基本上，吼。大家应该是愿意讲会使来谈，因为这样以色列伊目前我相信伊嘛死200万个人啊，我也无相信讲伊愿意讲还继续来国家呢，每一天这样子担心伊朗的飞弹过来，我相信伊朗应该够1.7枚的飞弹啊，啊，伊朗嘛赶快嘛，伊朗也领空完全已经没有防空设施了嘛，哦，所以这样一直避空如入无人之境了嘛，所以我相信伊朗伊嘛也惊伊家己的领导人会是不是被摧毁、被炸死。所以我相信伊朗伊应该嘛是有愿意讲会使。所以老师，你认为可能会接落来啦？我安尼认为，哦，我感觉唔知呢。